继续要来看是这个新旧任的卫福部长陈时中试水员再起来交接。新部长试水员咧致辞的时阵，关声笑，讲伊敢若一个太太，袂输是咧警惕着新任的防疫指挥官王必胜进前伫外口有小三。那陈时中讲，虽然伊离开了，但是伊真欢喜，指挥中心的架构已经来成熟，效率嘛相对来提高。这个指挥中心嘛绝对袂另类来降级。交接应信。徛伫咧台顶交接应信，将卫福部长的工作交予别人。现任卫福部长陈时中会投入年底台北市长的选战，18月下昼啊，卫福部举办交接仪式，正式结束5年外的任期。这5年多，我们制定了8部法律，8部不是8条。我们修正了90部的相关法律。我说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我们现在是一体成型呐，大家的想法是融会贯通。我在想什么，薛市长很清楚；薛市长在想什么，王必胜很清楚。陈部长所立下的这一些典范，这些原则。做事的原则，我们还是持续的往这些方向去做。要介绍一下我的夫人，唯一的一位夫人。试水员致辞，佮强调感谢家己的太太洪介水咧，甲新任的政务处长王必胜洗面。面对外界质疑，王必胜接政务处长兼指挥中心指挥官，敢会当指挥调度各部会，甚至传言是指挥中心的另类降级。不会，我们经过大概2年多的一个努力那指挥中心其实那个整体的一个工作的架构都已经是成熟。那今天我要离开，我也非常高兴。我们指挥中心有一个成熟的架构，那执行的效率相对的也高。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